台南市长选举第2场的公办政见发表会，19号暗时举行。5位候选人按照先来后到的顺序进行发言顺序的抽考，甲顶届同款，黄伟哲也是无亲自抽考，因此并无留下5位候选人同齐翕相的画面。而发言的顺序分别是吴炳辉、柯忠信、林义峰、黄伟哲加谢龙介。而黄伟哲因行程的关系，一直等甲林义峰结束进前几分钟才进入会场。而最后发言的谢龙介原本嘛要伫个1楼来等黄伟哲正面对决，伊表示家己拢准备好啊，只是黄伟哲唔敢直接来辩论。我想从各方面啊，我看黄市长有一点急了哈，慢慢来啊，反正从政就是要接受各方面的考验啊。我想这是我一路走来，我就是如履薄冰了，如临深渊，所以谨慎约束我自己。我对家庭啊，对妻子、儿子哦，对家庭忠诚，我才能够对市民忠诚呢。所以这我一路走来啊，我相当约束我自己，所以我相当有信心。你一直等到时间要到，黄伟哲才进入会场。黄伟哲即间主打战鸡排，不过因为政见发表的时间拄好遇到魔术的篮球比赛，加金马奖的颁奖典礼。伊强调，选举应该是公平竞争，而不是互相来攻击。我知道魔兽最近要来这个比赛，但是我不知道今天是第1场。但是我讲这个意思是说，篮球比赛大家都是在一定的规则下做君子之争，不犯规哦，这个不互相攻讦。那么金马奖也是一样，金马奖大家都服对于评审团的评审。大家都互相恭喜，谁出现了谁得奖了，其他人都恭喜他，这就是君子风度，这就是运动家精神。所以我想只是举这个例子，觉得有时候我们政治人物可以像运动选手，也可以像这个电影工作者，这些艺文工作者来看齐。5位候选人的政见发表，除了家己对未来市政的规划提出方针甲对策，另外嘛有对现有市政提出无同的看法甲批判。整个完整的政见发表内容，嘛将伫个11月22、24甲25这3天，分别伫个第3频道来登报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继续收看。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。